點解有啲屬狗嘅朋友總係容易特別遇到小人，又或者是非特別多？今日就同你講解下關於你個名入面率字嘅密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 YouTube 頻道知命心方，我係 Jan， 係一位命理同埋心理嘅諮詢師。喺呢個頻道，我會同大家定時分享一啲關於命理、玄學、心理同埋成長思維相關嘅資訊。今日終於輪到講我哋屬狗嘅朋友啦。咁狗咧，其實亦都代表住戌呢個字啦，咁亦都係屬於陽性嘅土，方位亦都係屬於西北方，對應住農曆嘅9月，即係由寒露當日直至到去立冬。對應嘅時間咧，亦都係晚上嘅7點至到9點呢段時間。咁狗其實咧，亦都係12生肖入面咧排行第11。咁狗同老虎、馬就係屬於3合嘅關係，而狗同兔仔咧，亦都係6合嘅關係。咁我哋亦都先嚟睇下屬狗嘅代表人物有邊啲先。嗱，分別有導演王家衛、古天樂、梁家輝、Michael Jackson、黃心凌、林依晨、莫文蔚同埋彭于晏等等嘅。咁我相信好多人都同意狗呢種動物咧，好多時候都會俾人一種好忠心嘅感覺，就好似忠犬八公嘅故事。咁佢嘅忠誠咧，亦都感動咗好多人啦。咁其實除咗忠誠之外咧，咁屬狗嘅朋友咧，佢哋嘅警覺心咧都比較強啦，或者佢哋嘅責任感都係比較高嘅。但係有陣時咧，亦都會比較過分固執啊，或者太過直接，所以咧有陣時特別容易會同人哋產生一啲嘅口角之爭，所以亦都要注意下溝通嘅問題。但係屬狗嘅朋友咧，亦都好容易會受到人哋嘅信任啦，亦都好重視誠信呢樣嘢。咁所以咧，特別適合喺中介行業啦，或者一啲風險管理啊、公務行業去發展，亦都容易會同佛學啊、宗教結下緣分。咁屬狗嘅朋友咧，喺改名嘅時候有啲咩要注意咧？咁第一點咧，就係要忌用一啲同口字相關嘅字，就好似君、節、呂、吳、譚、銘、程、周、高、可、如、量、衡等等嘅字。因為犬字咧，隔離加一個口字咧，就等於一個吠字啊。咁狗咧，好多時候咧，喺佢哋遇到危險嘅時候啦，或者係見到敵人嘅時候咧，先會吠叫去增加佢哋嘅攻擊性。咁所以如果你個名入面咧帶有一個口字咧，就已經容易會同人有口角之爭啦、是非啦，或者係人際溝通嘅問題。咁如果兩個口字咧，就變成一個哭字。咁個人咧，亦都會容易比較悲觀主義啊，或者容易受委屈啦，或者有唔順利嘅意象。咁如果3個口嘅話，咁就更加唔使講啦。咁我哋就要盡量避免去使用呢啲字眼。咁第二點咧，要留意咧，就係要忌用一啲同日字相關嘅字，就例如浩、昌、明、耀、曉、精、旭、星、華、希、顯、萬景等等嘅字眼。我相信大家咧都聽過天狗食日啊，咁唔知大家有冇發現咧？尤其是咧唔係養喺室內嗰啲狗咧，就好中意咧太陽升起嘅時候咧就會吠叫2聲。咁其實咧亦都係主多管閒事啦，亦都係特別容易招惹是非。而第3點要注意嘅咧，就要忌用一啲同雞啊、鳥、魚、飛對有相關嘅字，就好似熊、純、飛、培、翠、長、鄭、銘、飛、鳳、耀、毅等等嘅呢啲字。因為咧狗同雞咧亦都係相害嘅關係啦，大家都聽過雞犬不寧，咁用到以上嘅字咧，其實亦都係主唔穩定啦、競爭、受傷嘅意象。而第4點要注意嘅咧，就係忌用雙企人部首嘅字，就好似德、行、位、顯、衡等等嘅字。雖然狗咧對人咧係好忠心，但係如果多咗個人出嚟咧，就有一心二用嘅意象，即係唔專注啊。咁一心多用咧，好多時候好容易就會一事無成或者冇結果。咁所以如果咧屬狗嘅朋友咧，你個名入面帶一個人字啦，或者係企人邊部首嘅字，咁佢哋咧對對象嘅關係咧，通常都會好忠誠。咁如果呢段關係咧係健康，咁當然係冇問題啦。咁但係如果呢段關係唔健康嘅時候咧，好多時候亦都會出現一種叫做愚忠嘅情況。而第5點咧要注意嘅咧，就要忌用一啲同龍啦、貝、言語相關嘅字，就好似詩、信、詠、謙、貝、神、語、雲、霍、說、遐、商、文、庭、震、精、允、財、賀、賜、之、言等等嘅字。咁因為咧狗同龍咧其實係會正衝嘅關係啦，咁用到以上嘅字咧，亦都係主衝突或者係唔順利。嗱，以上咧就係一啲屬狗嘅朋友喺改名嘅時候要特別注意嘅字眼啦。咁忌用嘅字咧就提供咗好多。咁點解咧我就唔提供一啲喜用字咧？咁其實咧就以屬狗做例子啦，就好似1982年嘅壬戌年，咁天干咧就係屬水，地支就係屬土，同埋2006年嘅丙戌年咧，天干係屬火，地支係屬土。咁雖然咧呢2個年份啊都係屬狗啊，咁但係喺五行上面咧其實係已經有分別。咁所以咧，尤其是我哋改名咧係有好多時候都唔會淨係
單單去睇一樣嘢啦，除咗生肖，咁其實仲有三才五格啊、命盤結構等等。所以就算咧我提供喜用字咧，都唔係全部屬狗嘅人士都啱用。咁但係忌用嘅咧，大家都可以盡量避免去使用呢啲字。所以如果你都有興趣想知道自己而家用緊嘅名到底適唔適合自己，又或者幫你嘅小朋友、公司去改一個好嘅名，亦都可以點擊下面 info box 入面嘅連結同我預約進行諮詢。又或者中意睇呢類型影片嘅朋友，都可以訂閱我嘅頻道。我哋繼續喺下一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